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熊一奎。大家好，我是小主播珍姐，我是小主播秀秀。分享收看2礼拜的生活的史前部。生活史前部的观众朋友，运动都地。我们从开播到现在，其实谈了很多次关于动物的主题。来，你们记不记得有什么跟动物有关的？还有多少个阿和？对，动物园那一集，我们从阿和开始谈起。那还有呢，我们不只关心台湾的动物哦，马达加斯加的。对，而你透过这个生态专家，到非洲隔壁的马达加斯加多去看动体的生物。所以我们讲了那么多动物，我们回想起来才发现，原来还有一种动物可能是跟我们最接近的是什么？宠物。冇錯，嚟咗禮拜生活史前部就同大家來看印尼嘅寵物，看我來看2禮拜嘅生活嘅 Tiny T。在农委会的统计资料看得出，2013年台湾嘅布卡熊的叫位，它有174萬隻。布卡熊的每位沒有57萬隻很多哦，韓國有超過27%的家庭有嘅一種客家寵物，野海雞、寒氣雞、毛豬雞。韓油雞，唔到底嘅家都就像安尼不卡人同樣，故所有一道做嘢為啥都知道，小朋友學嘅寵物就會培養家的為自信感。故所成年呢，講起學寵物嘅下，爸爸媽媽單單都會喊。唔過寵物又唔係一切都安乖，下半夜會唔聽話，總係有人來照顧的，韓國皮定家的，他也每某一天會從細細嘅家安定一下。幾多時間，你還會想佢、包容佢，從幾樣事很中意佢麼？行起唔會唔插佢，留佢得嘅。只有台北市政府通報出嘅統計，使用社會機會有80%都係人家冇學得睇的。明可能係公平，唔會用嚟做呢。看了這個動畫，我很好奇，兩位小主播都有自己的寵物嗎？有。秀秀的寵物是什麼？跟我們介紹一下好不好？那是一隻雛鳥，它叫小鸚哥。小鸚哥。對，本來我們家是沒有寵物的。是。但是那一天剛好爸爸就是怎麼講呢？就是心血來潮。那經過這一陣子跟它的相處，你覺得你是一個適合養鳥的主人嗎？是有點不適合，沒錯，因為我的水的溫度都沒有調好，然後每次溫熱，味道涼了，然後它就不吃了。珍姐，來，我們介紹一下你的寵物好嗎？它也來到我們現場了。這是我的寵物，它是吉娃娃。那吉娃娃叫什麼名字啊？大告。它還好嗎？你覺得它今天的感覺？你覺得它怎麼樣？它應該是它很緊張，因為來到一個陌生的環境。你看它尾巴都夾着。哦。所以你感覺得出來，他今天是有點緊張。而且他平常耳朵一定都是垂着的，然後今天卻耳朵立着。你跟他相處多久了？很久嘞，他比我還老嘞。所以你出生前就有霸告？照道理來說是。那霸告現在已經是阿公級的狗了嗎？對。哇，那可不可以說說看，你從養寵物，尤其是他跟了你這麼多年，你學到些什麼？就是小時候嘛，就覺得動物沒什麼了不起，然後現在就覺得好像現在就要很關懷動物，因為我之前看到別人我們學校有非常多隻的春象，是，然後可春象不是動物啊，春象是昆蟲哎，可是他們一樣都是有生命的東西啊。然後我就看到很多人就很小朋友，他們就在欺負他，然後我就非常大聲的斥喝他說不要這麼做，你知道春象也是有生命的嗎？你這樣弄它，如果別人也這樣來弄你，你會開心嗎？所以你是因為有霸告之後，才對於動物，尤其對生命有不一樣的看法。那你養了鳥之後，你覺得你有得到什麼或失去什麼嗎？可能就失去睡2個小時的時間吧。啊，多養一隻鳥，犧牲2小時的睡眠。你會不會覺得這個代價有點高？沒有啊，不會啊。下午回家的時候，我就有點心不甘情不願的回家。但是現在回家的時候都開開心回家。因為我帶他出去的時候，就是可能我跟同學要玩嘛，然後就我可能就是要一直盯着他，所以我就不能跟同學那邊就可能跑步啦或者怎樣，就是我一定要在他旁邊，要不然就我要抱着他，所以我就有點不方便。
刚才我们看到哈，其实听这个秀秀跟珍姐讲，养宠物都带来很多意想不到额外的收获。那究竟一般的同学们在校园里面，他们怎么看待养宠物？他们有宠物吗？他们想不想养宠物呢？一起来看2礼拜的小的摸奶胎。多多小朋友都講起寵物，對家長嚟講，寵物算係推背物件咯。今年2月尾，特別是台中國社會5年6班，有的小朋友國家都有養寵物咯。不過真正啲嘅養嘅係乜嘢呢？也就來看啦，家長對自家寵物了解幾多位？對寵物有乜嘅想法呢？想了解一下自家寵物。我小時候跟媽媽一起養了一隻馬爾濟斯，然後我們每天都會一起玩。我養了烏龜和金魚，照顧1年左右，然後我平常都會餵它吃飼料。我們家養了一隻貓，然後呢，它早上之後中午沒人在，有時候會跑去那個不知道跑哪裡去了。我養的是狗，我從4歲開始養。幾道東西種法的也唔同化家下唔會用嘅呢。它有弄壞我的衣服還有褲子，然後我不會怎麼樣。有時候會去抓保麗龍的箱子，然後它球就會慢慢掉下來，然後但是我們家有時候都不會去管它在那裡抓，或是冷的時候，它還會自己從那個洗衣機把那個布用下來，然後自己在那裡想辦法保暖，然後爸爸就說不用理它。除了狗之外，我還養了一隻倉鼠，但是它常常咬破家裡的東西，所以造成一些麻煩，然後後來就把它送給別人了。係個冇種頭髮，按家己寵物咧，唔會用嚟做呢。就是我養了烏龜和金魚，可是我不喜歡一下照顧那個，一下照顧那個，那個樣很麻煩，所以我就把它們2個放在同一個缸子裡面，方便照顧。沒想到隔天烏龜就把金魚給吃掉了。這一次事發後，我有點嚇到，看到金魚的頭骨，感到有點不捨。先前有過寵物不咪用嘅呢。雖然它已經生病，但是我還是非常喜歡它，非常照顧它。覺得養寵物是可以抒發心情，因為如果心情不好，可以跟它講。雖然他聽不懂，但是就覺得放鬆很多。我們剛才看到這個台北市大同區大龍國小的小朋友，他們養寵物的經驗，不但有這段 VCR，秀秀，你是不是也自己做了一個調查？來介紹一下你的調查。這個調查是班上的調查，你們班的調查。然後我採訪了22個人，有養寵物的就只有6個，想要養寵物的就只有15個吧。15個想要養寵物，所以還有1個人是他不想要養寵物。就比如說我們1號，他沒有，雖然沒有養寵物，但是他想要養狗，因為他想要狗當他的枕頭。啊？你有試着把這個報告當枕頭睡嗎？不行啊，這樣我們太重了，它會被壓扁。那就是沒有養過寵物的人不實際的幻想。然後還有5號，他也沒有養寵物，然後呢，他想要養蛇。為什麼要養蛇？因為可以拿來嚇女生。報告怎麼了？我們報告是不是有一點不太舒服了？我姑姑曾經說過，她年紀太大，有什麼那個什麼心臟病。我小時候從來沒想過她生病會怎樣。然後呢，之後我長大，然後我姑姑就有帶她去看過醫生，然後她就是要餵她吃藥。然後我小時候都沒想過這些問題，所以我就那時候我就會覺得養狗很麻煩。可是它本來就會有生病的狀況，跟我們人一樣，所以我們要負起責任把它們照顧好。如果你想要養它，就要盡你的全力來養它，就要盡你的全力來養好它。TNR 是英文的縮寫 ，T 的意思是捕捉
N 的意思就是结扎 ，R 的意思是放回。TNR 是把动物抓起来之后，让它们结扎，结扎完再把它们放回原本居住的地方。你有养宠物吗？如果有的話，請你們好好的保護它們，不要隨便丟掉它們哦。洗下茶，我一下要腳腳真來喲。大家好，小记者们现在位于台北市动物之家，还没进门前就看到许多可爱的小狗狗在门前散步着，也发现到了动物们的热情呢。不过我们今天是要来找谢医师谈论有关流浪动物的事情哦。谢尔斯科普，让我们继续看下去。请问这里的动物大多都哪里来的？我们动物之家收容动物的来源主要有4个。第一个就是民众通报说街上有动物需要救援的话，那我们动物救援队不分日夜24小时都会出动去把它们接回来。那第二个就是民众通报说街上有动物在游荡，那这个情况下救援队的队员也会去把它们接过来。好，那第3个的话就是民众如果任何原因无法继续饲养他们的宠物的话，那他们可以到这边申请相关的程序之后，我们就可以让收容它不能再继续饲养的动物。好，那最后的话就是民众如果在街上或是在家门口捡到游荡的动物的话，他们可以自己把它带过来，那我们动物家也会收容这些犬猫。请问一年中那个收容所的认养率高吗？我们台北市动物之家的认养率目前逐年的提升。那101年的时候认领养率是60%，然后到去年103年的话，我们认养率提升到73%。那意思就是每进来这边的10只动物，都有7只能够找到新的家庭。那如果这些动物就是一直没有人来认领，那你们该怎么办？一直都没有人认养的动物的话，我们当然是还会让它继续住在这边。为了要增加这些长期住在这里的动物，能够增加它们被认养的几率，我们动物之家还有我们台北市动保处推行了很多政策。那首先的话就是我们从88年起在建国花市，每个周末都会设摊位，让动保团体可以帮忙把这里的收容动物带到那边去给民众认养。好，另外的话，我们也有提供一个认养 VIP 计划，民众如果在周6、周日来这边认养的话，我们会免费提供他接下来3年的预防针，然后驱虫药。那另外也会还有绝育补助券。请问在这里遇到很喜欢的狗，可以直接摸吗？当然是不可以。对，那像如果说我们遇到一只狗狗，第一类接触一定是我们手握拳，然后让狗狗闻，有没有？闻，然后狗狗闻了之后，如果状况就是狗狗反应 OK， 可以摸它，就是从颈侧或者是身体侧部，对，开始摸。他知道你没有，我们不会伤害他，不会伤害我。这个狗狗一开始就是它会这么，就是它一开始就不会咬人，或者是你们训练它，它才会变得这么乖吗？当然我们有训练它，但是这跟一般狗狗的个性也有分别。像就是它们2个的个性本来就是比较活泼外向一点，所以它们不会紧张。然后里面当然也是有一些比较敏感、比较紧张的，我可能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每晚用良用的动物之家叫为朋友会，先好好去了解家头、识家头，家头就会接送不幸亲保的宠物的。老实讲，我还真没有去过这个流浪动物中心呢。大部分的宠物都是被饲养的主人弃养，他们不会无缘无故自己跑到街上，他们不会无缘无故自己跑到流浪动物中心。所以，做乜嘅安動你要養寵物，養啊要冇養幾條，將幾條得睇，啱先為大家來繞強度嘅來自寵物的救閃協會理事長 Louis 來到節目現場，以及他的狗狗。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寵物友善協會的理事長路易斯。那今天很榮幸來到現場，分享我們協會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寵物張老師的理念跟任務推廣。寵物不會自己打電話啊，那寵物張老師是什麼功能呢？所以主持人剛才有提到哦，寵物不會講電話，也寵物不會講話的時候，就是主人要來上課。
因为主人要学会正确的跟宠物们沟通的方法。那我们宠物张老师的理念的推广就是，我们发现当主人找到了跟狗狗沟通的方式的时候，它就不会产生行为问题，那就不会弃养。所以我们讲到这边，你讲到关键字，因为我们在之前他们去了这个流浪动物中心，我也问了他们，知不知道为什么流浪动物中心有这么多的狗猫？当然就是养它的人不要它了。有没有统计过为什么这么多猫狗会被弃养？人类弃养这个宠物到收容所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行为问题。谁的行为？人类的行为还是猫狗的行为？他们以为是狗猫的行为问题，可是事实上背后是因为主人找不到跟狗猫的这个沟通的方式，然后在环境上面沟通方式都出了问题，然后到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他们就用打的、用骂的方式，到最后呢，那主人找不到解决的方式，就把它弃养到收容所。那行为问题里面其实最大宗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知道吗？叫，不乖。不听话，那还有呢？随地大小便。对，竟然因为不会训练，让狗猫的这个狗狗的定点大小便，就把它弃养到收容所。那其实宠物张老师在训练主人们如何跟狗狗沟通定点大小便的这件事情，是我们协会里面的课程里面最简单的一个课程。所以宠物张老师就是在做这样子的工作。可是路易斯，你讲沟通，我立即想到的是，宠物并不会听不懂我们讲话。我以为啦，我们想事实上他们或许是听得懂，但是加上他不会透过言语表达。那作为人类跟不同语言的使用者之间，那个沟通是怎么建立的？就是从行为上面，其实呢，因为狗狗呢，它们其实是听得懂人类的语言。如果你跟它讲一段话很长，菲菲，你为什么今天不乖？它可能听不太懂。可它懂的是单字，乖，好棒，等等。OK， 睡觉，这些单字它其实是非常能够了解的。但在跟狗狗沟通的同时呢，我常常建议主人或是小主人们你内心要安定一点点。这个社会大家都蛮焦虑的，所以在跟狗狗沟通的时候，如果你的情绪没有办法保持安定，就你没有办法搭起一个沟通的桥梁。菲菲可以当做示范吗？可以。那我先示范第一个安定的方法跟他沟通。菲菲，走，乖。好，我们发现他其实很安定的在这边等。好，坐下。那我现在要示范，我比较用焦虑的方式，要准备带他离开哦。菲，走，我们回家好不好？走，要不要？走。所以，来。过来，好乖。整个情绪的反差很大。对，你看他，不管他是从他的身体的抖动、他的尾巴、他的头，他的情绪马上就高涨起来。所以，跟狗猫沟通的第一个关键就是你一定要很安定你的内在。来，你要不要试试看，叫他过来？菲菲过来。他不理你，对不对？秘密武器要出手。对。他喜欢吃芭乐。对，你拿着，你叫菲菲过来。菲菲过来。你家坐下。坐下。菲菲坐下。你吓到他，慢一点。老师刚才教你什么？稳定。珍姐，请稳定。坐下。坐下。乖。然后你跟他说好。好。当小朋友情绪比较嗨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办法跟狗狗沟通，因为狗狗感觉到的是前面这个小朋友情绪很嗨，可当你试着稳定你的情绪，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听得懂你的说话。所以我们在我们这边协会上课的，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们他们其实从学习要跟狗狗沟通的同时，他们重新的学习怎么跟人类沟通。讲到沟通你前面有提到一点点，那它跟我们以往就是一般人在对待宠物的方式有一点落差。我发现其实很多人会惩罚宠物，因为就跟对教导小孩子一样好了，我也会处罚我自己的小孩，比方说我可能会罚站，那用这样的方式让他知道说刚才你那个行为是错的。所以对宠物而言，惩罚是不应该施行在宠物身上的，只能鼓励，那怎么导正呢？我只能说当我们人类找不到方法跟旁边的生命沟通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想到纠正跟处罚，不管是罚站、是我错、关禁闭，或者是不可以买零食，
或者是不可以出去玩，这都是我们第一个跑出来的想法。是。那当我开始学习跟狗狗沟通的时候，再去想象我自己的从小到大的人生历程，我们发现哦，我们为什么会去纠正？我们从小就是这么被纠正的。哦，那我们一直以为这个方法是唯一有用的方法，那事实上不是。当我们在开始学习跟狗狗沟通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种更好的方法是什么？你们知不知道？鼓励。没错，哇，你好棒哦，真的。好棒！你看，真的好棒啊！又在鼓励你，真的。从我坐下来，我就是不断的去鼓励他，做任何一点点的事情，就是不断的鼓励。所以你会发现，小朋友他会开始很认真的在听你说。有，他们下半场的表情跟上半场完全不一样，对不对？跟菲菲学习沟通，我重新开始发现，这个世界所有生命沟通的方式都一样，要先从这边开始。他刚才站在这边的时候，我刚才有试着你说坐下，可是他不理我。你第一个叫他坐下的时候，你的那个时候的语气比较焦虑，所以呢，他忙着感受你的情绪，来不及感受你要他做的事情。请问动物收容所跟宠物友善协会有什么差别？我都会到内湖的动物收容所，帮那边被弃养的狗猫们呢拍照，然后拍照上传到我们宠物张老师协会的粉丝页，然后对，希望民众能够看到，能够来认养。那我们最近呢，开始了一个非常棒的计划，你们听听看。只要到我们的粉丝页认养狗猫，就可以免费来参加我们宠物张老师的课程。就是我们家狗狗就晚餐时间，我们家长都会给它1-2块肉当点心，然后是喂酒，然后它就会感觉是一种习惯嘛，然后我们不给它吃，然后它就会这边叫，然后我们叫它不要叫的时候，它还是持续的这样一直叫。我觉得你很棒，你发现了问题的症结。当你叫它不要叫的时候，它会一直叫，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先怎么做？你不要叫它不要叫。当你的狗在吠叫，准备要吃东西的时候，调不调皮？调皮。所以你只要看着它，跟它说话，它反而会越来越好棒啊，越来越调皮。所以今天你回去先试试看，只要它叫的时候呢，你做到第一个不要看它，第二个不要跟它说话，第三个不要摸它。等到它安定下来的时候，你要说什么？好乖。好有天分！你这时候跟他讲话，你在强化的是他现在的这个安静的行为，而不是刚刚那个调皮的行为。很多观众可能看我们的节目，他也觉得哇，原来训练狗没有这么难，我从自己的安定开始做起，或许让他们想要也要领养一只宠物，领养一只狗，怎么样来断定自己究竟准备好要养狗养宠物了吗？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建议所有的民众在养宠物之前，先上脸书搜寻宠物张老师，先来听一堂我们2个小时的课程，然后你来评估，到底在你的现在的生活条件里面，到底你准备好了没有，迎接一个毛茸茸的孩子你们来到你家。它不是一个礼物，它也不是一个玩具，它不是一个布偶，它是你养狗是一辈子的责任。最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请教观众朋友一个问题：我也常常大家，一条狗蓝穷哈，我是家宠物蓝穷哈，它几乎是把一辈子都献给你。那么你在养宠物的时候，除了给它吃、给它睡，你又给了它什么呢？请你回去好好思考这个问题。以上是2礼拜节目內容，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還有精彩嘅內容，下個禮拜6晏不了7點半，記得要準時收聽。各位思天普，謝謝大家，拜拜。大家對於養寵物有沒有更清楚？